汁係對付認知障礙症嘅殺手鐧。原來有種成分係對於神經細胞網絡再生有好大幫助嘅，呢種成分叫穿陳皮素。呢一種成分可以話係醫治認知障礙症嘅殺手鐧。有樣食物係含有豐富嘅穿陳皮素嘅，含量多出成20倍。咁多食材入邊，呢種超級食材嘅穿陳皮素特別豐富。呢一種食材有一個俗稱係叫做食酸味食物。原來大宜味村呢一度係專家先知嘅長壽之村嚟㗎。呢度嘅人口有3048人，90歲或以上嘅人士就有163名。聽講佢哋全部都好健康添。唔知呢度嘅長者係咪都會食酸味食物，一路保持住好似後生仔咁健康嘅腦部呢？有新鮮榨嘅香檬汁，佢哋習慣用糖水沖開，每日食飯嗰陣就會飲翻杯。又係嘅，飲果汁一定吸收得好快。綠色嘅香檬會有多啲穿陳皮素嘅，所以如果大家想飲果汁嚟攝取穿陳皮素嘅，最好就係飲綠色果實榨嘅果汁。發現綠色嘅會多2.5倍，含量多好多。皮入邊含有嘅穿陳皮素，完完全全透過果汁榨晒出嚟，令到果汁有微微嘅苦澀味。含有豐富穿陳皮素嘅香檬汁，係對付認知障礙症嘅殺手鐧，大家不妨試下。